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嚟到 High 17 SDG 逐個探。今日係2025年嘅4月11號啊！我同阿 Karen 喺度咧，因為今日我哋第5季嘅第一輯，所以我哋都想自我介紹一下。我身邊呢位咧就係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嘅會長阿張森教授，Karen。Karen 亦都有第二個身份嘅，佢就係全球可持續發展規劃師學會嘅會長啊。咁我叫 Thomas 黃象智，我係香港廠商聯合會嘅常務會董。我自己本身亦都係全球可持續發展規劃師學會嘅 CSDP 啊。咁阿 Karen 當然亦都係 CSDP 啦。今日因為係開季嘅第一輯，所以我哋首先同大家講下點解我哋叫做 High 17 SDG 逐個探。Karen，不如由你嚟講下啦。好啊，觀眾聽眾大家好啊，都多謝大家一路以嚟即係陪伴我哋係咪？亦都俾我哋好多意見啦、建議啦，同埋支持嚇，令到我哋咧一季一季咁樣行落去係咪？咁就今次咧今日就係嚟到第5季嘅第一集，咁我哋一路從講下。做下行下創下係咪？跟住嚟到咧，點解係碳咧？當然都攞咗大家嘅意見嘅嚇。咁我透過大家俾嘅建議，我哋選咗呢一個碳，因為今年咧，我哋確實覺得係有好多位值得去探索嘅係嘛。咁當然我哋一開頭啦，即係點樣去做一個深度嘅探索咧？我哋都要有一個起點嘅。我哋從邊啲行業啦埋手啦，定係從邊啲企業去埋手？咧，咁其實我哋就透過我哋2025年嘅可持續發展創新科技大獎啦嚇呢一個位置去開始。咁呢一個位置咧，亦都得到全球嘅關注啊！因為我哋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副總幹事咧，亦都親自嚟到睇一睇香港。通常我哋唔覺得香港係一個創科嘅都會係嘛？一路講就係綠色金融係嘛？咁但係點解我哋喺創科上到底有啲咩？佢哋真係從遠道而嚟嚇，咁啊嚟到睇一睇香港嘅創科喺各領域到底有啲乜嘢嘅進展咧？係嘛？咁我哋都有一紮嘅攞獎嘅企業。咁我哋下一集一開始，我哋就會開始從超群企業。超群大獎嘅企業去同大家分享，我哋就想一路喺各個領域，我哋喺創新層面，喺香港嘅實踐，或者係全球有啲乜嘢嘅實踐嘅優秀嘅案例項目咧，同大家一齊嚟到分享嘅。咁呢個係我哋主要希望今季咧，我哋用探索呢個字眼去嚟到做呢一個主旨嘅題目係嘛，所以呢一個探索都會陪住大家30幾集㗎啦係嘛，因為有啲我哋上下集啊嘛係嘛，係啊，喂 Karen 你講得好啱啊，因為當初咧我哋有好多個題目可以挑選嘅，我哋最終學你話齋，我哋揀咗探咧，就因為探索。我哋點解要探索咧？因為喺應對我哋未來咁多挑戰，不論係社會嘅挑戰，不論係環境嘅挑戰，不論係經濟上面嘅挑戰，我哋最緊要嘅第一步就係要探索。我哋要知道自己企咗喺邊度，知道自己走去邊度，呢啲一定要經過探索。咁我而且我不單止話淨係我同你兩個喺度探索啦，其實我哋每一次都會揾啲成功案例出嚟，就係佢哋以創新科技點樣去探索出一條成功嘅可持續發展嘅路線。例如我哋下一期嗰個超群機構大獎嘅得主咧，佢哋正係一個初時係比較細啲，但係做啲嘢咧就同我哋嘅衣食住行都好有關係嘅一個企業。咁啊，佢亦都下一輯，所以大家要留心聽下啦。佢亦都係從一次旅行見到一個熱帶嗰隻螞蟻開始去探索呢隻螞蟻點解喺咁熱嘅環境底下可以生存得到。探索佢呢個咁嘅生存模式點樣可以帶嚟適合我哋香港嘅咁潮濕、咁亞熱帶嘅氣候，點樣適合我哋世界其他嘅地方？而且我哋下一期嗰位嘉賓咧，亦都對我哋17個 SDG 好有心得嘅，譬如話男女平等啊，咁樣所以大家萬切期待。呢個正係一個例子，我哋點樣去探
探索我哋未來嘅結果。係啦，唔單止從名字上啦，同埋你頭先講啦，其實已經好引起大家好多嘅興趣嚇。咁探索永遠都係即係好奇嘅，係咪？因為我哋用咗探索個字眼啊嘛，亦都希望啲創新科技可以帶嚟。咁喺今年嘅獎項裏邊，我哋知道啦，各大領域啦，係咪？即係樂金啊、樂建啊、樂能啊、樂交啊等等呢啲，包括醫療啊、文化啦，同埋教育啊等等之後，我哋仲有3個位係一個好重要嘅 solution 解決方案嘅，淨零係咪啊？環保生態係咪啊？呢啲解決方案都係令到大家會見到，因為喺解決方案裏邊咧，我哋又突出咗今次，如果係探索層面，我哋可以諗到嘅，原來好多係跨領域嘅合作、跨領域嘅推進，我哋真係好難想像一個建築。即係我哋嘅即係發展商啊、建築師去做呢一個叫做廚餘嘅一個新嘅技術嘅應用，係咪啊？亦都會見到好多唔同跨領域嘅推進，去到攞獎喎，係咪啊？我哋攞樂金嘅，可能唔單止係金融機構喎，其他機構都有機會攞。所以其實呢個探索咧，其實係帶嚟大家，其實我哋未來講緊嘅解決方案 partnership 跨領域嘅協作係非常之關鍵嘅位嘅，係咪啊？係啊，阿 Karen 你講咗幾個關鍵字啊！喺可持續發展嘅路上面咧，探索永遠係第一步，同埋你講咗呢個跨領域嘅合作，呢個肯定係第二步。同埋喺探索嘅期間咧，我哋一定要有啲伙伴 partner 一齊走呢條路。同埋我覺得而家我哋更加見得到嘅就係話喺探索嘅階段咧，因為條新嘅路可能會行錯路，可能會做錯嘢，可能會試錯。但我哋而家見得到，不論係社會又好、政府又好，其他啲伙伴又好，其實都採取一個包容嘅態度嘅，即係話大家試下啦，你唔試點知得唔得呢？我試咗可能錯咗，但係唔緊要，最緊係每一次試錯嘅情況下都吸收到啲經驗。咁而且最緊要大家分享出嚟啦，咁變咗令到其他嘅人可以減少啲錯誤，減少啲錯誤。盡快去到揾到我哋嗰個應對嘅解決方法。係啊，非常之啱，因為其實我哋講緊要創新技術咧，就要俾呢啲技術應用嘅機會啊嘛。咁現時我覺得個社會嗰個層面咧，已經係有好大嘅進展，因為我哋都關注到呢個包容性嘅，係咪啊？咁係俾咗好多機會大家去應用性創試、創啦，去試啦嚇。咁所以試嘅過程都會，我哋成日都叫試錯試錯係嘛？因為試錯就會帶嚟正確嘅改善、正確嘅推進啊嘛。所以呢一班支持創新嘅，俾到一啲創新嘅企業去試嘅呢一班機構，都係相當之值得欣賞嘅，係咪？係啊，其實我自己都有咁嘅諗法嘅，佢嘅睇法嘅，就係話雖然我哋係包容錯誤，但係我哋亦都盡量希望減少錯誤啦，因為錯誤都會有成本啦，間唔中可能就有少少傷害啦，所以我哋盡量喺可控制嘅情況下減少錯誤。其實點樣可以減少錯誤咧？呢個就翻嚟我哋講嘅可持續發展規劃師呢個訓練啦。其實可持續發展規劃師同好多可持續發展嘅訓練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喺規劃嗰度啦。規劃即係做一個頂層設計，喺最初開始就已經規劃好，究竟我哋想走邊條路，點樣行法。如果碰到一啲問題嘅話，我哋會點樣解決？即係話從一開始已經規劃晒，從呢度出發嘅話咧，我哋其實可以減少錯誤嘅機會，減低錯誤嘅成本，增加成功嘅機遇。對。所以我哋你都已經講到可持續發展規劃個訓練啦，即係我記得咧，我哋即係一層一層上去啦，即係唔同嘅步驟，其實每一步咧都係用問題開動嘅，即係其實從問題出發，其實都係即係我哋不斷咁問，即係譬如我哋用緊一啲工具啦，咁都係問緊係每一個環節問緊優勢、劣勢，我哋嘅威脅係乜嘢？我哋有咩機會可以揾到？可以盡可能運用現有嘅資源，係現時嘅立足點向前推進。咁同時會關顧咧，我哋對社會同環境嘅影響，先可以令到一個項目、一個企業係長續發展嘅。所以可持續發展規劃咧係相當之關鍵。當然現階段我哋亦都包括我哋好多嘅創新企業，佢哋雖然深，但係佢哋嘅 solution、佢哋嘅解決方案已經應用喺好多需要交 ESG 報告嘅上市公司裏邊去應用，去話佢支持咗呢樣嘢，同埋用咗呢樣嘢可以減碳，可以對社會包容有所支持。
持等等各樣嘢，其實大家都推進緊嘅。咁所以其實當然 ESG 報告大家知道係一個表現，一個 reporting 係咪一個 outcome base 嘅展現嘅情況？咁但係如果我哋前面做好可持續發展規劃咧，可以令呢件事可以更加好嘅一步一步展現出嚟，係咪？亦都令我哋嘅觀眾聽眾有更大嘅收穫啦。原來呢樣嘢源自其實唔係難嘅喎，我都可以行得㗎嘛，係咪啊？係，所以今次我哋呢一季咧，呢個探字咧、探索咧，係我同 Karen 咧就攜手大家觀眾聽眾走入去啲成功企業入邊，睇下究竟佢哋點解會成功。各位觀眾聽眾，你哋要留意就係話呢啲企業咧，同你哋生命中、生活中係息息相關。我覺得你哋一定有啟發，不論你哋係學生，如果你讀緊書嘅學生，可能為你哋將來嘅事業指出一條你哋最大得益、最有用嘅路。如果你哋自己本身係做緊生意嘅，可能為你哋企業、為你哋將來嗰條路咧，就減低錯誤嘅成本，甚至減低犯錯嘅機會。而同我哋呢啲咁嘅得獎企業同埋得獎個人入邊咧，就探索到一條更加康莊嘅平坦大路。對於在職嘅人士咧，我哋呢個可持續發展規劃師咧，其實你可以入邊見到好多呢啲佢哋嘉賓成功嘅人士咧，其實佢哋知又好，唔知又好，其實佢哋用咗一個規劃嘅思維，從頂層就開始一路咁樣一步一步邁向成功嘅。係啦，所以其實呢一季咧，我哋其實越行咧，其實越有信心啊！即係初開始講聽下，去帶領下，有啲咁嘅 concept 去行，跟住令到大家知道，有啲人開始做啦，咁各行業都有啲位開始跟進啦，咁樣係咪啊？到依家呢個環節，我哋真係去到都係深度少少㗎啦，係咪？即係因為有好多成果出嚟啊嘛，即係佢哋探索個過程已經值得分享㗎啦，係咪啊？咁令到大家都知道，原來其實我從原點開始都得嘅喎，所以最緊要就係開步行啦，係咪啊？開步進行係最重要嘅。好似我哋4年前，我係 Karen，我記得我哋第一輯嗰陣時坐喺度，嗰陣時係逐個講，即係講得唔好聽，都有講字嘅啫。嗰陣時我哋都有講字嘅啫。我哋都估唔到今時今日，我哋好似睇咁有咁多成功案例，咁多社會甚至係國際間都支持、都認可嘅一啲結果出咗嚟，而且不單止出咗嚟，唔係話佢哋埋頭苦幹出咗嚟自己就算，我哋係帶埋咁多觀眾聽眾走入去呢企業入邊探索一下。將佢哋嗰啲成功嘅本質，將佢哋嘅成功嘅 DNA 攞出嚟同大家共享。所以其實如果咁樣睇咧，因為我哋今屆嘅創新科技大獎啦，加闊咗好多領域，基本上係各領域都包含啦，因為第一次嘅大獎，我哋2023年，我哋除咗好多當時關注嘅領域啦，跟住我哋亦都帶佢哋去咗 COP29啊，去向全球去展示。係今年2025，我哋就增加咗一啲嘅範疇嘅嚇，咁亦都得到創新科技署嘅支持，咁令到呢一個亦都見到我哋社會各界其實都進展緊嘅，無論係文化啦、醫療啦，係咪？亦都見到我哋醫療其實今年嘅情況係非常之好喎，因為湧現嘅，因為生物科技啊、醫療科技有關乎於我哋好關注一個可持續發展目標3，係嘛？即係其實呢一個環節亦都關乎大家嘅美好同埋健康生活嘅，係咪啊？咁呢一個環節嘅項目係非常之多，即係我哋叫湧現嘅意思係遠遠超過其他 category 嘅類別嘅數量。咁都見到我哋喺創新科技投入上或者各方面咧係真係見到成效啦，係咪啊？我諗絕對係啦。譬如講到醫療方面，其實香港咧個醫療水平一啲都唔低，其實係屬於高嘅。咁啊，所以亦都好適合嗰啲初創者喺醫療呢度發展，而且唔使講啦，佢造福好多人群啦嚇，造福好多人群啦。咁就所以好似學你話齋，醫療嘅方面咧，今年有個新嘅category 就係文化啦，係嘛嚇？醫療文化教育。文化教育嚇，咁呢樣好緊要啦，因為一個就係令到你個身體健康啲，一個令到你嘅精神豐富啲，兩樣嘢都好重要。好重要，係。咁啊，國家亦都有個目標咧，2035年要做文化強國啦，所以我哋都覺得係喺個科技同埋創新方面咧，其實可以應對所有嘅嘢嘅，不論係你講醫療又好，文化藝術又好，我哋平時生活又好，環保又好。
經濟又好，全部同全部都係可以俾創新科技為我哋作貢獻嘅。係，同埋呢個環節咧喺地域性其實係唔需要咁去關注，因為始終香港一個特別行政區，我哋又講緊人口得咁多，話你創新科技你有冇咁多嘅工業企業啊，係咪啊？但係生物醫療個 part 咧，或者係文化啦，或者係講緊喺教育層面，其實可以互相影響嘅層面係全球層面係闊嘅，係咪啊？即係好多嘢我哋都可以跨咗領域去進行，跨咗地區去進行嘅，係啊，香港作為一個中外文化交流嘅地方又好，中外貿易交流嘅地方又好，金融交流嘅地方又好，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平台。譬如你睇講嘅生物醫療啦，我哋香港人係少啫，但係我哋祖國有14億人啦，咁啊，所以有陣時啲臨床實驗啊，嗰度可以提供一啲世界都好珍惜嘅一啲數據出嚟。其實而家呢啲已經發生緊嘅一啲事啊，所以亦都令到我哋嗰個醫療同埋生物醫療方面咧，能夠可以咁走得咁快咯。係咯，不過各種領域都進步得好快，咁我哋都依家唔透露太多係咪？咁令到大家咧可以一路有興趣，每一個我哋希望每一集咧係唔同嘅類別裏邊咧都帶領，亦都希望我哋唔同嘅觀眾聽眾都喺中間咧可以得益㗎嘛，係嘛？所以我哋今次嘅探索係針對咗不同嘅領域，因為我哋嘅獎項有咁多領域嚇，大家真係可以一步一步去睇，跟住咧我哋雖然嘅核心都係個創新科技嘅應用層面，跟住但係咧，我哋都會包含要探索佢哋喺生態啊、社會啊、文化方面嘅影響嘅。係。好啊，咁啊，學阿 Karen 話齋，我哋就唔透露太多啦，留翻啲精彩嘉賓俾大家，到時同我哋喺後邊嗰16集。唔知16集啦，因為有啲集我哋會有啲上下集啦，上下集啦，因為青少年嘅加入嚟啦，咁就大家就密切留意啊！我哋仍然係維持住每2個星期，逢星期5就喺不同嘅平台嗰度播出。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多啲互動嘅，有陣時你哋可以俾啲意見我哋，就喺我哋你睇個平台嗰度下邊嘅 comment 留言又好，我哋會盡量回覆嘅。好，幾個關鍵字：可持續發展規劃。係咪啊？跟住創新科技，跟住 partnership， 跟住青年人。好，其實呢幾個關鍵字係一個閉環啊，可以將成件事為我哋更見到一個更美好嘅將來咧，就閉環嘅幾個關鍵字。好，好，多謝晒咁啊，多謝咁多位，繼續留意啊，一路跟隨，拜拜。